什么礼物啊？那个陶杯，陶杯哦。帮你摄影。好，那我出来。喂，那干嘛做？我也是。九九都开始录了吗？我们那边有。九九，我要下去录还是？对，你有录到吗？就现在开始按。啊，我去录没关这样子。来的吴先生哈，因为我们唱这首阿美族的古调，好，谢谢他。来，我们接下来把棒子交给队主。好，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头望公主来唱我们部落的歌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她为什么第一名？就是因为唱了这一首歌，非常连老师都不会唱这首歌，是非常传统的台湾族的古调。因为我选过第二届。来，我们邀请我们。好，现在去拍闯关的。头望公主在哪里？已经变童望了吗？要闯关吗？没有，在找我的那个。你的弓哦。李若慈同学。过关了吗？来，对唱古调。哎，蒋玉玲讲个话。帮他快点。还要帮他。我要照相哦。等一下，我还要录别的地方呢。你要录哪里？我每一关都要录啊。对啊。我的手大拇指在这里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个凸出来。那个，你们这关的讲一下话好了。就这样吗？你要玩吗？我要帮九九拍这个啦。对啊。你玩。我看到这个好累哦。我怎么打？把东西用出口呢。你要玩这个吗？不及格哈。讲一下话。好，我们的公主懂的。好 ，OK。小，所以她。嘿。你会讲蒙古话？好的，你不能忘了吗？我讲蒙古话，耶！哎，你们这边没有人闯关了。忙完了。都忙完了，好。好，踩高跷已经结束了。下一次200、300个人才要好放哈。好，谢谢我们头望公主带来这个排湾族的古调。各位在场中央进行的怎么样啦？希望每一位来到我们的部落都有机会体验童玩哈。那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接我一下。当你们拿到这个弓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没有提供这个箭，那因为这个箭是非常危险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只有提供给各位朋友彩绘，然后带回去做留念。那因为这个弓箭呢，如果给你们这个箭呢，我们怕会发生意外，因为很多小朋友在不注意的时候就会射出去，会射到别人，所以我们严惩在这个地方体验射箭，然后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带这个弓回去留念。曾经何时你在安坡部落制作这个童玩 DIY， 所以敬请各位朋友体谅，因为我们避免发生问题意外，所以我们不提供这个箭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箭的小朋友，你们可以放回到我们
地方哈。谢谢各位，希望今天能够给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台湾人盗版。那你先跟先生道歉。来，请我们的长官哈，跟我们的村长，还有我们的亲善大使哈，来自桃园的长官哈，我们要留作纪念。来，我们到这边照相，跟那个村长，我们部落的家长哈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童话的开始是我们村长开始发起的哈，所以它是最大的工程，我们只是小小的小李子啊，或者是在旁边的工人哦。那我们的村长是非常被我们部落哈，来不遗致力的在推展这个部落的童玩。那也正有因为村长的推行，我们的童玩才开始在部落产生。所以我们最大的工程是我们的村长哈，他跟10个部落齐力来抢这个童玩。其实在达乃大社他们要做这个童玩，但是因为村长他极力的要来做这个童玩，所以我们部落安破部落就把它先抢做来做这个童玩。所以这是历史的一刻。我还要录些什么啊？那个按暂停。有啦，可以按暂停的吗？帮我按。怎么按？跟部落的老师。我看看。